原位起身，跟住阿梁師傅打幾下詠春。好，可以開始啦。可以一齊做下喎。開馬。日字衝拳，攤圈收，日字衝拳，攤圈收，左攤手，圈手翻，復手第一次，圈手翻，復手第二次，圈手翻。復手第三次，圈手翻，側掌，正掌，攤圈收，好，攤手，圈手翻，有復手第一次，圈手翻，復手第二次，圈手翻。復手第三次，圈手翻，側掌，正掌，攤圈收。好，收腳，比禮，頭先學過嘅，睇鞠躬。好，跟住我哋可以坐翻低。好，我哋繼續啦，節目冇俾人停，仲有2分。